那么车轿车驶伫外线车道，先对正边偏去到路径，煞落个个驶倒转来，也毋过过无偌久，轿车个豆豆刺向倒边，加入去内线车道。边个货车看到这个状况，还甲掠过。轿车伫车顶路口也无要加速，后边变速车是一直试喇叭甲提醒。煞落个轿车继续伫车道的分界线行。变速车想要甲掠过，煞毋甲掠，喊叹红灯时切入去边仔车道。这台柑仔色的轿车，伫彰化埔心乡的道路驶600多公尺，后来驶入去到鼻头乡，正向去往空桥下口环岛的车队。轿车敢若是无打动啊，倒来去往环岛的车队。轿车头前的挡风玻璃拢碎去，车头冒落，搁落台脚踏车轰弄甲变形。肇事41岁生肖的家属，事发了后红找无人，后来互警方拘提到案。伊的酒测得10，讲是为着要捡物件才会出车祸。也毋过，伊事发进前伫其他路段赛车已经会偏感受驾到，不排除任何的可能宜第一时间要报请检察官指挥，并申请核发尿液及血液的鉴定许可书。若受伤上严重，15岁生间的查甫学生经过手术，传出着好消息，分娩指数对本地3分进步到8分。同学的生命征象稳定，昏迷指数也从原本的3分进步到8分，但是还没有完全脱离险境。目前仍旧在加护病房全力抢救当中。那肇事生肖的嫌犯记者暗示侦讯，目前警方正在甲问笔录，要调查代志发生的详细经过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